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伊温柔比拉多承担受苦，演是一个死来作弥补。第三日，上了国国，今天打全力全力的上帝的大名，要对遐心满甲死。我信神，我信神，公平教会，圣道上好。阿门。请坐。再来看课英文，上写是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感触我、捌我。对真远的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做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啊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榨。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感触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三甲额头祈祷。永远伫地阁受恶恼的主，伫你神圣威严的造前，阮额头拍落敬拜你。万项米属伫你，万项米对你来，万项米归伫你。全能稳定的上帝，阮是你卑微的奴仆，用谦卑诚恳的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仁慈，互阮，也互万人。愿感谢你创造阮，保护养饲阮，搁将各项的福气赏赐互阮。感谢你无穷无尽的仁爱，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类。阮诚心感谢你。那阮将阮本身献互你，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你，祝你设立属于你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正中职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带领犹群进入教会，成做圣众圣徒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代的邪恶诱惑，求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阁会当看见上帝的事。今日借着新学生蔡明奇的信息透白，
用油抹伊的喙，搁互伊赐予伊有属灵，搁有圣神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互公的心被打破，甚至互你来过旧换新。主上帝，你是全世界的毋望，伫即个疫情严酷的时代，求主你看顾阮拢总受造者，怜悯阮台湾，特别伫桃园即个所在，保佑阮，阻挡一切侵犯阮幸福快乐的势力，互国家甲人民日日来强盛。主上帝，求主你赐福每一个家庭，做因的保障；赐福每一个青年，互因有完善的培养。感谢你所听的教诲，洗清伊一切污秽。恳求你用你的主爱拯救阮所听的人，恳求你消除阮中间的怨恨、三对敌的心，互阮会当来诚心为着因来求福气。愿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伫个哥林多后书第4章7到12节。奉主的名，若是阮有这号宝贵放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关联做上帝的，毋是出自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分别、为难，也无失望；拄着困着，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因为阮才会活的，兜兜为着耶稣来交付伫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为死的肉体。安尼，就死的力得行伫阮，活的力得行伫恁。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喜恩诗班。人们需要主。
正道，请先学生蔡明奇，伊要传讲的信息是软弱显明主的关联。列位长职同工甲大家兄弟平安。感谢上帝互教会接纳我这个新学生来实习。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湾新学院3年的学生蔡明琪。我的厝伫个屏东是第一代基督徒。自去年的10月，就来到咱教会来实习。头一届伫第2礼拜来讲道，感谢教会，互我有这个讲道的服侍甲训练，所以嘛来甲兄弟分享上帝的话语。大家看到咱教会有遮尔啊侪长辈，个常常互我受起我的舞会伫台中的东营教会。拄啊开始阮教会拄啊一场的第2礼拜，所以阮总是甲长辈做伙来敬拜。我的舞会甲桃园教会即个136岁来比较，阮是舞会是较少年啦，拄啊35岁尔。伫个30几年前，教会拄啊开拓的时阵，有2个长老，阮教会迄时阵是一个高长老，伊总是拢坐伫礼拜堂第1排中间的位，另外是一个老长老，伊总是坐伫上尾迄排，所以礼拜拢是坐固定的位嘛，因就是一前一后坐伫教会礼拜。今仔像咧帮赞教会看前看后，感谢上帝，互教会有遮尔啊侪忠心的仆人，这嘛是阮少年人爱学习尽心服侍的款式。直到年老，直到头饭变白，犹原嘛伫个上帝殿敬拜伊，忠心侍奉到落尾。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个哥林多城，是写伫哥林多城这个都市。迄个都市，啥物款的人拢有，有无共的社会阶级的人，嘛有无共的文化经济，逐种无共的人拢伫迄个都市。所以迄个都市嘛有侪的宗教、五常神明，拢伫遐迄个所在，逐个拢足欢迎的。遮侪人去啊做工课，去趁钱，想要出头天，嘛想要有好名声。哥林多都市伊有真侪移民，嘛真侪一早是做奴隶，变做自由人嘛阁有一寡的退伍的军人，阁有议员甲贵族。毋过这好野人是较少俗看，所以伫哥林多教会，差不多是安尼的人。为哥林多前书会使看到讲，其实哥林多教会受到当时迄时阵社会文化环境，阁有价值观的影响。其实信仰的群体是迄种摇动，是迄种影响着。伫今仔日咱读的后书遮，哥林多后书个看到讲，表面看起来是真富裕的信仰的群体，其实内面是非常的软弱。有侪问题。哥林多前书、后书拢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伊伫遐住1年搁6个月，将上帝道理教示人，这是保罗听上久的一个所在。所以保罗佮亲像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信仰的老爸共款，听因。教示因，毋过哥林多后书是写伫伊甲教会中间是侪误会时阵，是感情拍歹时阵所写的。因为迄当时教会甲保罗的关系是受到迄时阵一寡教师的影响，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已经毋是规间教会所认同的啊。有一寡哥林多人受到这保罗对手的影响，佮甲讲话攻击伊，甚至怀疑伊的侍奉。保罗伊个解说，伫后书遮第1章12节到第2章13节遮，保罗伊个解说讲，伊改变计划，伊改变路程是啥物原因？伊个证明伊的行为是照着上帝圣洁
甲诚实来行的，毋是用肉体的智慧，嘛咪照肉体来拟定的。所以为保罗遮的回应，就会使来推广来想讲，安尼这对手该指控啥物？因指控保罗伊为着耶路撒冷募款是假的，佮讲伊传福音无收钱，拢是伊的计划，拢是伊的阴谋，是为着要欺骗哥林多人。保罗的对手佮摕正批来顶，吼，摕正批来顶来出风头。伊佮夸家己是上顶的使徒，是上好的使徒。伊跟评论保罗伊就是照肉体来行的，伊是用技巧，佮用规格的步数来掠因。保罗本正是哥林多信徒信仰的老爸。面对遮尔啊侪的指控，所以伊伫批信内面，伊甲因足侪提醒，吼，佮用要求的口气，甚至佮甲因责备，因为用遮教会信徒佮哪像咧足用心咧教示陪伴诚久的囡仔，啊煞毋知迄样影响着，遮囡仔变甲哪像足猜疑的，佮足叛逆的。原本进前做辛苦建立的教会，本来是期待讲每一个人会因为上帝的道来成长，互上帝所欢喜，互人所娱乐，而且来传福音。按哥林多教会，这个中间煞有怨妒，嘛有争吵，佮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甲权柄。保罗伊本正足疼教会，亲像老爸老母迄种心，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安尼，变甲足伤心、足艰苦的。保罗伫服侍的道路，面对互评论、互攻击，佮有死亡的威胁。伫咱的世界，嘛有可能会拄着生命中的灾难、艰苦、压力。互咱感觉会足失望的，也足为难，至到有可能看无毋望。咱这个世界自去年的年初，佮来一个肺炎到呾，影响到即马，全世界疫情其实还未平稳落来。伫台湾，咱大家嘛咧看，佮有本土案例无吼？真正伫桃园的咱嘛小可咧烦恼讲，咱的环境是有安全无？敢会有确诊的，也是隔离的，出现伫咱的社会、咱的工作，也是咱通勤的环境无？这是今年这年外，是全台湾、全世界拢上关心的状况。说来要讲，伫远的1534年的法国吼，因为天主教会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摇动，加里文迄样通缉，长老教会的咱应该加减拢会知影加里文对无？吼，是嘛吼？毋知还是知？点头哈，有吼，有看到人点头。这个做伟大宗教改革家、神学家。也是咱直接甲称呼，伊就是牧师、牧者。伊的心声就是一切拄啊为着上帝的荣光。伊无惊艰难，伊顺服上帝的呼召来做改革。按过其实伊的生命内面有发生侪灾难甲艰苦。伊的老母真早就过身啊，老爸真严，对囝的学习。足有期待，足有要求的，所以伊的囡仔是毋是一个无烦无恼的童年，毋是足自由、足快乐的一个囡仔时代。后来加里姆因为宗教改革，互受压制，互掠，无法度搁留伫法国国内，搁逃亡到瑞士，煞无法度倒去到故乡。伊31岁结婚拄啊9年，伊的婚姻人就过身啊。原本有生一个后生，毋过还未满2礼拜就无伊啊。
伊的一生是痛苦比欢喜搁较侪，长期逃亡，搁无有在面教会侪年，伊经历着无囝无某的艰苦，搁加上伊的身体有真侪病痛，伊的画像介少咧笑的吼，伊的喙皮看起来是无啥物肉，消散落肉安尼，总是足凝心的面。甲你问伊一生伊一生的性命拄啊活55岁，伊的性命拄啊活55岁尔。我进前搁咧读台湾神学院另外一个科系关顾协谈、关顾协谈，即那叫做灵性諮商吼。迄时阵咧做论文、做硕士论文的研究，所以个访问一个姊妹，伊是接受即个协会的医治的事奉。即个姊妹伊自细汉个迄个厝内底人侮辱，应该是爱足疼伊照顾伊的老爸，颠倒甲伊伤害。伊的老母甲厝内底人无法度徛出来甲伊保护，即个家庭伊根本是无安心、无徛起的所在。伊亲像一个无用看见、无用听见的囡仔，伊逐工拢咧想去，去足侪人的，愈去愈侪，连边仔无关系的人嘛拢去落去，所以想去的范围愈来愈大，甚至佫想要报复、想要报仇。伊逐工困醒，佫感觉足痛苦的，足歹佫继续活落去。伊常常咧想讲，敢是家己的毋对，是毋是伊无乖，还是伊无好咧？安怎想嘛想袂出答案。当大家也讲忝忝啊，也是讲想要甲人分享，啥物足欢喜的代志，总嘛是有一个所在好啊，我就是要倒伊啊，我要倒伊厝，总嘛有一个家，有一个厝会使倒去。按过伊常常毋知影讲伊要去倒落，随便倒伊到厝，伊嘛感觉无归属，心内足孤单的，想要行地路。所以有一阵啊，伊甲上帝祈祷讲，我敢会使莫阁醒起来啊，莫阁困醒啊，会感觉每一工会喘气、拍开目睭是足残忍的代志，真正感觉足忝的，对伊足困难的。甚至伊甲上帝讲，敢阁会使莫阁互我喘气啊，甘愿较早倒伊到爸上帝遐。伫今仔日的经文中，保罗伊强调，即号宝贝放伫土的器具，是说明讲即个苦难艰苦甲性命其实是做伙的。强调的毋是苦难，毋是器具，是即个宝贝。用土所做的器具，和合本的翻译叫做瓦器，土的器具，伫和合本的翻译叫做瓦器。这个器具是当时足粗小的物仔，拍破，会使拍破，佮足俗的一个器具，足袂价值的。犹太人伫咧迄个献祭的时阵，若煮伫贵的器具，就要招因拍破，表示讲即个土的器具是会使单调的，也是讲煮肉达到目的啦，安尼就会使即个器具就会使被放弃，会是牺牲的。即个土的器具，就是要显明讲，遮尔啊大的能力关联是出自上帝，毋是出自咱。即个器具的价值甲能力是对上帝来的，所以会使知影，即个器具本身毋是宝贝，伊无法度甲宝贝讲两个人做伙讲。伫保罗甲侍奉的同工内面，因的大气力应该是拢总出自上帝遐，毋是为家己造成的，毋是为家己做的。土的器具是基督徒咧传福音的时阵，侍奉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反对，甚至会互人当作你传福音无人感受到，也是讲甲你当作无看的、无听去所引起的困苦、伤心、失望。这个宝贝
伫个土的器具内面，内面是有足大的权能，佮亲像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佮安尼表现出来。其实这是一个足无对等的比喻，吼，器具。土的器具，甲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宝贝，其实是要说明讲，这个救恩的特色，吼，这个这尔大的观念，就是出自上帝。保罗讲，伊的侍奉过程中，一定是爱经历苦难、患难，毋是甲家己甲耶稣的苦难救赎，讲是共款的，毋免。保罗伊强调的是讲。救恩是伫苦难、患难中显明出来，救恩是伫患难当中显明出来。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第8到第9节，保罗伊强调，咱受患难，无困迫，为难也无得到失望，拄着困敌也无受放杀。保罗无许互啥人放杀，保罗无许互啥人放杀。伊无去互上帝放杀，拄着压迫的时，上帝无放杀保罗，上帝嘛无放杀咱，嘛无袂记哩伊的囝儿，因为上帝伊所应允的拯救甲看顾，所以咱无去受拍倒。伫经文的第9节最后一句，受拍倒也无死亡，出现着死亡的印影，讲着死。保罗伊讲到，患难是对死亡来了解的。虽然伊受到种种的攻击，甚至要互人拍倒，按过这的攻击嘛袂甲伊的侍奉，也是甲即个人来毁了，袂甲伊毁了的。伫经文第10节，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来，咱做伙读一遍吼。第4章第10节，来，咱做伙读。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0节，保罗伊用死这个字，是拢总讲到耶稣的受苦甲死亡。只讲耶稣的死，其实是讲咱人的受苦，是要继续伫基督的死顶悬有份，承认咱家己一定甲基督同死。保罗伊用2解耶稣的名来讲到活甲死，会使了解伊就是以耶稣的死亡甲个活来做这个基础。所以伫保罗的侍奉中，伊为着耶稣，来为着福音的缘故，伊甲耶稣做伙来经历生命的活甲死。所以保罗就称讲，这个是耶稣的活甲死。所以保罗伊就咧想讲，其实是甲主耶稣是合作伙，是联合的。这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门徒生活的基本的道理。这上帝的道理，就是伫咱的生活中来经历。苦难、患难的时阵，咱会使深深体会到讲，咱的活也是死，是甲耶稣的死个活是密做一伙的，是活做一伙的。咱的死也是活，甲耶稣的死个活是甲做伙，是密做伙的。咱甲拄啊有。讲到讲，迄个互厝内底的人侮辱的姊妹，大家阁会记哩无？吼，拢有点头吼。伊讲每一工，伊拢无想要起来，无想要喘气，所以伊伫个当工个带伊祈祷，伊就好胆就近稳定的施恩宝座前，伊对主讲足侪伤心，讲伊的生气，讲伊的软弱，后来伊个安静落来，伊就领受着讲。主甲伊讲，我只要阁徛咧一工，咱就是咧甲魔鬼撒旦来夸口，就是来显现主的荣光。只要阁活的一工，就是咧荣光主。上帝用即句话咧甲伊讲，虽然伊过去有发生侪代志，按过确实伊今仔日也阁愿意，伊也阁愿意阁活咧一工，阁是赢。根本毋免去证明讲家己是偌疼上帝，只要伊无放弃的一工，
就是代表赢，就是赢过死亡，赢过撒旦，就是伫个阳光主。因为对伊来讲，每一工会喘气、目睭拍开，即种遮尔细的代志，对伊来讲无法度做，伤过困难。这个姊妹伊个甲主甲伊讲的话，甲写落来。大概伊忧闷的时阵、艰苦的时阵，伊个想到主耶稣的话，搁一摆甲家己讲，袂使，袂使死，只要活的一天，就是咧阳光主。伊个讲了目眶红红，后底感觉家己甲足伟大的耶稣真有关系，伊互主看重，找到生命存在的目的。我阁有讲到加里文吼，加里文伊的生命是介侪患难苦难伫中间。伫过年之前，咱社青的聚会有利用短的时间，咱逐个人来整理家己的信仰的过程，做一个图出来。回想讲几岁的时阵有发生啥物代志，迄当时甲上帝关系是安怎？为每一个阶段的特殊的经历来拍分数，幸福指数是几分安尼？所以每一个人有关关，有家家，有关山，嘛有山谷。假使若要为家里文来做一个信仰的图，其实伊是足侪山谷的。伫遮的患难当中，伊写册，伊嘛完成伊最足重要的事。伊解说罗马书，阁有写基督教要义，为第一版写到第5版。加里文伊对生命中的山谷，伊是安尼讲，伊安尼看山谷，伊讲雨水雨水是会落伫迄低低的山谷，是要互伊变肥。那较使迄尖尖的山尾溜，其实是干燥无水的。若想要得到上帝恩典，想要得到天上为天来的雨水，就一定要变做山谷。所以伊甲苦难患难看做是成长的路，互人的生命变甲有较深的转变，互人为山顶转往山谷。本正的旱溪、困苦无水的所在，长越承接为天而来的雨水。伊是足勇敢来面对患难、痛苦，嘛找出目的来赢过迄苦难。假使咱若换一个角度吼，是咱的兄弟受到遮的患难，咱是一个陪伴者，这个角度来思考，安尼要安怎咧？咱只要讲较安静。体贴，知影伊的需要，注意讲伊需要啥物，问伊需要帮助无，互对方知影，咱会陪伴，甲愿意来帮助伊。伫即个过年了后，咱爱向上帝献上感谢，因为上帝保守台湾的疫情是阁平稳落来，桃园算是足平静的啊，虽然。咱台湾拢无亲像以早过年时的热闹的所在，按搁主保护咱，互咱规家伙拢会使团圆，搁会使出门后看真久无看的亲戚朋友，搁会使带一个喙罨，搁出去跟咧世界行行的。比较讲其他疫情足严重的国家，其实台湾的平稳，真正是上帝所赐的特殊的恩典。咱毋是要求苦难，吼，咱毋是要求患难。若确实会使，咱应该拢无一个人想要有病痛，想要有患难。那确实因为人的有限，也是咱的罪拄着啊。爱知影，咱是土的器具，是互上帝用的，是来显明伊的权能。保罗伫宣教的侍奉过程中，伊常常经历侪艰苦迫害，按过伊大声，嘛是搁大声宣告。伊讲：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困迫，为难也无失望，得到肯定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亡。咱做伙来读这个第8节到第9节来请。
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迫害，危难也无受失望，拄着困敌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格林多后书第4章第8到第90。我敬爱的兄弟，咱平常是安怎来面对患难的？咱平常时是安怎面对这个压力嘞？请会记你，上帝无放杀咱，伊无袂记你伊的囝儿。当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也是困难的时阵，是毋是个学习保罗的思想，自信伫耶稣的心上，承认家己的软弱有限，无讲虚假的话，无怨叹，是举头仰望主。虽望互攻击，有可能在伫地有上歹的状况啊，按过袂抵到死，因为上帝应允，伊甲咱伫地，伊甲咱有永远的约束。伫痛苦的时阵，常常甲主来祈祷来讲，学习保罗，伊生气的，伊讲的，家己的活甲死，毋是讲家己的代志啊，这是甲主耶稣的死佮活是甲做伙。咱受苦是甲主耶稣的苦有分，是主耶稣的死佮活嘛伫咱的生命内面啊。咱的受苦是甲主耶稣的苦是有分，是主耶稣的死佮活嘛伫咱的生命内面。愿主祝福保护听见伊话的人，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主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内面，成做阮的帮站。恳求主利用慈悲宽待阮。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恳求，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第379首。愿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会唱请起立。
请柯明伟执事赖建成执事。请起立。报告大兄，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若是阮有即号宝贵放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关联做上帝，毋是出伫阮。哥林多后书4章7节，请。若是阮有即号宝贵放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关联做上帝，毋是出伫阮。哥林多后书4章7节。若是阮有即号宝贝放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关联做上帝的，毋是出伫阮。咱咱看第一节第一页。各单位的服侍人员，咱请咱家己来注意教育部的课程。周间的聚会，礼拜六暗时，圣歌队的练习，甲教会小组的聚会。咱看第4页，是新春礼拜奉献的明细，甲顶礼拜的主日奉献的明细，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请为这个事工来奉献代祷。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召开得胜者会议，请得胜者的同工、批改的老师请参加，有准备午餐。第2场礼拜煞，请妇女团契的成员到6楼的副堂练唱。2月28号，学会结束了后，伫6楼的副堂来练习诗歌。上午11点30分，伫701教室来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出席参加。下主日是会员好会2场合作会开始赛，9点30分，请会员踊跃来参加。好会煞，请小会员到701会议室召开协商会议。小会消息：下主日2月28号是年度的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出席的人数无确定。
请各位兄弟一定要来请假，直接向各区的区长来通知，袂当来出席，来方便咱统计人数甲准备便当。防疫的措施第二、第三，新生活秋冬的防疫专案，请咱家己看。教会消息，恭喜陈经济牧师伫今仔日下晡3点伫台南关仔岭长老教会举行就任第6任的牧师感恩礼拜。教育部的消息，将学金审查委员会报告，即日起开始来接受109年学年度第一学期理学金的申请，一直到3月14号中午12点截止。若要申请的学生的同学，请咱准备这相关的资料，交予各班的老师、主任、团契辅导，也是6楼的办公室。咱有买新的花语的圣心圣诗，欢迎中籍会友来到办公室来购买，一本340块。来请朱德长老来报告。请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就咱的前经济牧师，今仔日是这就任伫关仔岭就任的感恩礼拜，咱有做这同工去参加甲祝福，所以我代表教会伫这个所在特别要来欢迎咱的神学生带名旗的神学生来到咱中间，用这个宝贵的信息来到咱勉励，咱支持大家嘅欢迎，拍拍啊！请坐，谢谢。我遮要来补充报告，就是咱后礼拜是要开好会啦。好会咱无头一场的啦，2场合作会，所以时间提早，伫这个9点半要开始。因为咱这个好会有做施工报告，甲这个议案要来通过，所以咱要紧的是讲要知影讲这人数是要偌济人参加，要来定这个便当啦。所以咱后礼拜若袂当来遮参加礼拜。你要线路顶悬、网络顶悬的要做礼拜嘛是会使，总是爱甲阮讲，爱请假，袂当来遮实体礼拜的人，阮这个人数要来统计，所以呢，统计了以后，便当才袂浪费啦，要后袂定浪费，所以毋望大家来配合，真多谢。咱特别一项就是讲，明仔日早起时，后礼拜早起时9点要来开这个小会，要确诊人数。所以毋望讲，这就袂记拍伫内面啦。所以毋望小会员一定要准时来出席9点伫701个会议室要来调开。以上请大家来配合。这时我来特别报告，今仔念伊礼拜3因为得胜者的这同工会议，甲财务部的会议强绑所以呢，咱就先开这个得胜者的同工的会议。煞了以后呢，煞接再来开财务部的会议，请咱这同工大家注意一下。下面我来介绍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啦。这新来的朋友叫做江碧丽啊，江碧丽，伊是咱的会友叶山的厝边，咱大家甲欢迎者，欢迎。欢迎你来参加，毋望你逐礼拜拢来继续来参加，伫阮这个大家庭内面，上帝甲你祝福，请坐，请坐。今日到有遮无写哩单顶悬，头一届来，也是久无转来，这头一摆转来有啊无？无啦大家家己拍一个幕仔咧。这疫情遮严重勇敢过来参加这实体礼拜，上帝甲你祝福以上简单报告，谢谢。上迎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会众请起立。我
请咱大家额头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呼召阮今仔早起时来到圣殿，伫这个所在敬拜互师主，求你感觉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阮伫这个所在献上阮的感谢，特别是为了阮的神学生蔡明琪神学生今仔透早来到阮教会，用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经文来甲阮做真好的勉励，互阮知阮只不过是土的器具，总是上帝咧竞选阮，因为你的恩典，你将圣神无穷的quỹ来的圣神，放伫阮的心的内面，也互阮有圣经上帝的话伫我面来互阮来遵行。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一世人甲耶稣基督生命合一，也互耶稣的死甲国活甲阮同时会同过，互阮得到这个quỹ力。无论是有困难、有阻挡，也是有逼迫，总是主你的生命甲阮连结，阮无孤单，阮在靠着耶稣基督的quỹ力，阮来得胜有存。感谢主，今仔日遮好的信息，互阮一世人永远是勇敢向前行。感谢主，求你怜悯阮。愿天父上帝听谈，圣囝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相通，甲阮众人兄三甲弟咧，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灭倒。咱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